大家好，英靈設計師睇樓團今日帶大家嚟到 CW9 Northridge， 大間3房嘅半獨立屋，佢嘅開價係24萬英鎊。Northridge 呢個位置呢，就揸車去曼城市中心只需要40分鐘，去曼城機場20分鐘左右已經到㗎喇。咁係一個周邊城市嚟講呢，就個交通算幾快幾方便嘅啦。咁啊，暫時呢個位置呢啲樓價呢仲係比較平嘅。咁今日睇呢間屋呢，就係3房嘅半獨立屋啦。咁啊，開價係24萬英鎊。咁我哋入屋再睇下。咁今日睇呢間呢係3房嘅半獨立屋。咁啊，屋前呢就可以泊4架車嘅，非常多地方可以泊車啦。咁屋主呢就好悉心打理間屋嘅，咁另外就去做咗好多好靚嘅裝修。咁我哋入屋再睇下。咁啊，屋前可以頭先講啦，就泊4架車啦。咁啊，仲有個車房，不過車房就改建咗，去做一啲另外一啲用途，等我哋入去再睇睇。咁你另外呢個位置呢，其實佢本身都有2米嘅位置咧，可以做儲物嘅。咁啊，而家就冇打開到。咁屋好新淨，咁屋主你由新屋買翻嚟已經住喺度噶啦。咁啊，大概20年左右啦，呢間屋嘅屋齡。咁啊，外牆啊、喉管啊嘅保養都好好嘅。好乾淨。咁呢種屋呢，就英國人呢，就一住就住好耐噶啦。咁另外佢哋嘅保養維修呢，如果住得耐嘅人呢，咁啊尤其年紀大嘅朋友呢，佢都會保養得好好嘅間屋。咁佢間屋呢，有個 porch 嘅，咁啊可以擋一擋啲雨水。咁佢入屋嘅地方咧，佢鋪咗啲 laminate floor 嘅木地板啦。咁我頭先講咧，咁佢車房咧嘅一半地方咧，佢攞咗嚟做一個好似客房嘅嘢。咁啊，佢屋主嘅太太咧，有時做下幫人剪下頭髮嘅。咁啊，所以佢屋裏邊咧，佢有啲地方咧可以剪髮啊、洗頭用嘅。咁啊〜新屋主唔需要嘅話呢，可能當一間客房，或者可能utility room 都可以。今日呢度已經駁咗水喉。咁我閂翻隻門先。咁屋主呢就佢話呢，每年呢都會諗下點將收間屋，將佢 upgrade 嘅，咁所以佢間屋咧就好乾淨企理。咁佢有個單車 toilet 啦，咁啊 OK 嘅 size 正常，冇乜浪費啲空間。咁個廚房咧，佢又全部翻新晒，咁間廚房好乾淨企理，好靚。咁佢就家電咧，佢都會留翻俾以下嘅住。咁佢就電視機都會留翻嘅，咁佢 even 呢個好靚嘅雪櫃都可以留俾新屋主。咁啊呢個雪櫃咧，佢駁埋水噶啦，佢而家可以飲水飲用做冰都可以。咁另外佢有微波爐啦、焗爐啦。咁啊台面係仿石嘅，咁就非常之靚嘅。咁啊，全部櫥櫃咧都做咗一啲好靚嘅氣氛燈。咁啊，家電全部都係用啲比較好嘅牌子嘅。咁啊，4頭爐、抽油煙機。咁呢個位置咧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屋主話咧步行5分鐘已經可以去 Tesco 噶啦，大型超市。咁啊，去市中心咧都係10分鐘嘅啫步行。咁啊，嗰邊咧都已經有大型嘅商場啊、購物中心啊咁噶啦。
咁啊，如果揸車嘅朋友，咁啊好近一個高速公路出口嘅，咁如果去機場咧，只需要25分鐘內已經去到噶啦。咁啊，曼城市中心都係40分鐘左右。咁所以呢個位置咧幾方便嘅，即係如果唔係喺曼城市中心裏邊嘅位置咧，都可以去到四通八達唔同嘅地方。咁啊，樓梯底仲有個好大嘅空間可以擺啲鞋啦。咁屋主好慷慨，佢話咧，因為佢其實佢要搬翻去另外比較遠嘅地方，係威爾斯。咁佢哋咧就唔會帶走啲家私或者電器嘅啦。咁佢啲電視啦、家私啊都可以商量咧，留翻係嘅新買家就手。咁呢個電視嘅距離咧非常之遠，咁佢個梳化距離好大。咁喺呢個角度睇咧就好遠啦。咁就另外屋主話咧就係 no chain 嘅佢間屋。咁因為佢就去嗰邊新屋咧已經有個準備好噶啦。咁基本上咧佢哋就係可以 no chain 去交易嘅。咁另外呢個啫個 convert 一個 summer house 啦，呢個咁佢個頂就鋪咗隔熱嘅，基本上呢個隔熱效能咧會比較好嘅，咁都係 double glazing。咁啊呢度又有個電視，咁屋主就話佢好鍾意睇電視嘅，咁所以咧就如果有興趣需要留返個電視俾大家嘅咧，佢都可以嘅。咁因為佢就冇打算帶走啲家私同電器㗎喇。咁另外就個花園好靚好長嘅，咁一啲舊屋先會有啲咁長嘅花園，咁啊新屋基本上都冇噶啦。咁啊屋主打理得好好啦。咁佢仲有做咗個好特別嘅 shot， 咁啊後邊有個細嘅 shot 可以擺嘢啦。咁啊呢個就係屋主自己一個自己私人嘅一個遊樂室，咁就佢鍾意打下鼓啊、彈下琴啊，咁所以佢呢間房咧，佢有雙層玻璃啦，有啲隔音隔熱嘅。基本上咧就，如果喺度聽歌啊、玩音樂咧，基本上就唔會嘈住鄰居嘅。咁啊，另外佢仲有個大電視留返喺度嘅。咁如果下手屋主有需要嘅嘢咧，家私、電器佢都可以同佢傾下嘅。咁呢間屋咧，基本上咧就係、如果你覺得佢啲家私啱咧、合適咧，其實都係即買即住。咁啊，朋友唔需要話特別再去買家私啦。咁變相咧就方便好多啦。咁啊，隔離啲鄰居嘅花園咧都好靚嘅。咁啊，打理得好好，咁所以就一般嚟講呢種咁嘅區域啦，咁個鄰居啲花園企理，咁基本上咧就係一啲比較住得耐嘅一啲居民啦。咁呢種情況咧，咁會比較好嘅，咁因為佢哋個鄰里嘅關係會比較好啦，咁大家會比較會可以留意住大家屋企嘅情況啦。咁啊，個治安上應該都會特別好啲嘅。咁屋主就間屋好乾淨嘅，咁我入到嚟咧就已經知道㗎啦。咁我睇第一間房，第一間房就單人房，咁擺咗單人床仲有啲空位嘅，咁啊呢邊仲可以擺啲衣櫃，咁基本上係足夠㗎啦。如果雙人房、單人房嚟講，咁頭先講啦，前邊咧就可以泊4架車，其實對面咧嗰啲車位咧都可以泊嘅。咁斜對面咧就有巴士啦，可以去市中心。咁啊，
床尾仲有啲空間。咁個 boiler 喺呢度，喺個儲物房。咁啊，屋主話個 boiler 唔係好新，不過就每年都有保養嘅，咁啊冇問題嘅。咁另外咧，佢 loft 咧頭先有開過俾我睇，咁啊而家唔方便拍俾大家。咁上邊咧鋪咗地氈，基本上就可以做間儲物房嘅。咁第二間房，呢間房就 good size 啦，咁啊絕對可以三邊落床擺雙人床 king size 都冇問題。咁呢邊就係望住嗰條車路。咁呢個價錢咧，如果間屋嘅狀況咁好，咁嗰個交通就方便嘅話咧，咁我覺得就都值得嘅。咁就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呢種咁樣叫比較保養得好嘅一啲半新屋，亦都唔係叫新屋啦，即係可能比較年紀冇咁耐嘅屋啦。因為英國咧有好多屋咧都超過40-50年啦，或者上百年嘅。咁呢啲咧可能20-30年嘅屋咧，如果嗰個屋主打理得好咧，其實都個狀況都非常好嘅。咁個廁所咧就好闊落。咁屋主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嘅，例如個智能嘅恆溫花灑啦，個分門石啦。咁所以呢間屋咧個屋主咧打理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啊主人房都好闊落。咁屋主話如果你床有需要留低，佢都可以留嘅。咁啊如果你唔需要留低咧，佢會去清理咗佢。咁啊衣櫃呢啲地方都可以留返低。咁個花園好靚啦，隔離屋嘅花園亦都好好，非常之寧靜呢個位置。咁佢仲有個 ensuite 嘅。咁啊，如果三房嚟講，兩個廁所，咁啊加埋個downstairs toilet，咁啊絕對足夠啦。咁整體間屋咧就見到屋主花咗好多心思啦，咁去 upgrade 間屋啦，裝修間屋啦，咁所以呢間屋咧就室內嚟講咧非常之好嘅狀況。咁啊，另外嗰個交通同埋呢個區域嚟講咧，咁都比喺再遠少少嘅地方咧更加方便。咁咧，如果對呢間屋有興趣，嗰個樓價其實嚟講咧，我覺得暫時嚟講仲算比較低。咁啊，如果對呢間屋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揾我哋英倫設計師睇樓團。今日講到咁多先，多謝大家。如果需要專業設計、工程管理或者物業現場視察服務，歡迎揾我哋英倫設計師睇樓團，我哋一定會幫到你㗎。另外，我哋會定期 upload 影片上 YouTube。如果各位想睇又平又靚嘅英國物業，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啊！